开车出门一定要带着麻将桌，直到遇到了堵车，我才恍然大悟。要问四川人对于打麻将的执念有多深，这么说吧，它基本可以等同于山东人考公，山西人睡午觉。如果非要在所有的人群里找出一类最不怕堵车的人，那在我看来，非钓鱼佬莫属。因为在钓鱼佬的眼里，人生其实只有2个阶段，一个是钓鱼，一个是在去钓鱼的路上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他们的第一个想法永远是这里能不能甩一杆。这要是遇上大堵车，旁边再有条河，那在钓鱼佬的眼里，天堂也不过如此。这甚至跟一些女生对美的追求一样强烈。堵车任你堵，但是保养一定不能停。然而让我最羡慕的还是年轻的情侣们一起堵车。不过就是你们在亲热的时候能不能把车窗升起来？你们这样容易引起单身狗们的生理不适。我朋友看了以后表示很愤怒，这都他妈堵不住你的嘴，2个人他妈堵车他妈在亲嘴。打个喇叭，我来一下喇叭，我看有没有。